最近呢2、3日呢，我就返咗大陸參加個婚禮。咁婚禮呢，就分別舉行2次食飯嘅。第一晚呢，就男女雙方各自就請啲朋友啊親戚啊食餐飯。第二晚呢，就男女雙方兩家就一齊擺酒食飯嘅。咁嘅做法呢，就同香港呢就好唔同。香港就一日過，大陸就分開2日嘅。咁氣氛呢，就比香港呢更加熱鬧。當晚呢，就擺酒呢，有超過成60張枱㗎，非常之誇張嘅。咁呢個問題就好簡單，每個地方每個民族每個地方呢嗰啲規則習俗都唔同嘅。好似我哋保安一行，雖然大家都係同一間保安公司，每個盤或者每個公司亦都有啲制度唔同，所以呢，我哋去過每個新盤呢，就一定要知道各個盤要求，根據主管要求去做事，唔可以一線不通嘅。OK。